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节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胡适终于给这个广大的金融消费者送红包这是一个送红包的行情。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3252点，涨了0.7%；深成指数报收10292点，涨了1.15%；创业板涨了1.36%，两市成交量12337亿这是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比昨天还缩量1357亿，这个12000亿这个离这个1万亿又是一步之遥个股涨多跌少上涨加速超过了3700家，这个上涨的中位数是0.84%，也就是接近普涨行情。这个主力资金还净流入173亿，这个有可能是尾盘国家队这个主力偷袭这些银行股、金融股往上拉指数导致的。要维持一个祥和的这么一个节日气氛，不能再跌了。毕竟昨天几个部门联合出来发声结果走成那样高开低走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个 A 股走势确实反人性呢。为什么说反人性呢？就是昨天有利好，对吧？监管部门出来喊话，他来个高开低走，今天好像消息面比较平稳，他也走了个阳线。当然了，实际上今天还是有一些朦胧的利好一个就是特朗普，这个特朗普在达沃斯他又说非必要不加关税，这意思他说我宁愿不给中国加关税，但是中美之间要公开公平什么竞争，大概这意思不加关税。而且特朗普说跟中国的关系很好，似乎这个又让资本找到了一些信心。但是这个成果也就是国庆节以后这个疯狂看多的券商的分析人士他建议大家不要太在意特朗普的话，中国股市涨跌没有必要看特朗普。特朗普的话关注是合理的，但当然不能每句话都当真。有人统计60日内，也就是2个月内个股涨跌比是1994比3395，也就是不到2000家是上涨的，3400家是下跌的。这2个月的震荡行情，大部分股票是下跌的。这就是为什么散户赚不到钱。那今天更是疯狂今天这个换手率排前10的 ETF 全部是跨境 ETF。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也就是大量的资金宁愿跑去炒那个高溢价的跨境 ETF， 都不愿意到胡适来虽然胡适这个监管千呼万唤，但是资金可不轻易上当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五路资金大军入 A 股，临近春节，资本市场利好不断。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指出，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多位资本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以前只有单一保险资金入市不同，此次五路资金大军入 A 股无疑向市场传递了重要信号，将成为经济发展稳预期、强信心又一重要举措。关于这个五路资金入市有什么成果呢？以社保基金为例1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这个吴清介绍，全国社保基金是境内参与股票投资最积极的真正的长期资金，得益于社保基金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立20多年来，投资 A 股的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1.6%。所以金融消费者现在发出疑问，为什么社保基金年化收益 11.6%？社保基金那个是庞然大物
藏又藏不住，对吧？它的这个持仓成本还有仓位，这个都能查到。为什么社保基金平均每年能赚11.6%？这个远超过巴菲特啊！但是散户这亏的裤子都没得穿呢，这是什么道理？是社保基金真的是什么长线投资、价值投资吗？还是说他们的这个投资的经验、理念更先进？还是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总之啊，小散户亏钱，社保基金赚钱，这个我是不反对的。小散户嘛，本身就是赌徒啊，为社保基金做贡献，这个也是理所当然了。咱们这个胡适它是个零和博弈啊，就是社保基金赚的钱就是散户赔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啊，我倒是认可啊村长说的，让社保基金啊再加大入市力度，社保基金入的越多，到时候赚的就越多，金融消费者消费的就越多，这个对咱们这个社保基金的亏空啊有好处，可以弥补啊社保基金的不足。新浪证券报道啊，他说最新披露的公募基金2024年4季报数据显示啊，截至2024年底，被动指数基金规模首次超越主动权益类基金。从发展态势看，被动指数基金已成为市场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刚才村里面也说了啊，要大力发展五路资金啊，这五路资金之一就是公募基金。那这个公募基金到底怎么样呢？同样是机构啊，你看人家社保基金一年赚11.6%，每年都这样。但是公募基金呢，2022年、2023年2年赔掉2万亿，这还不算啊。我们再看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张坤摔下神坛，亏掉基民们大概450亿，给易方达创造管理费收入超50亿。顶流张坤大概就是那个易方达基金的这个管理层啊，或者是经理，说顶流张坤正在遭遇强烈的反噬。除易方达、亚洲精选，张坤管理的另3只基金近3年亏损都在30%，换成金额更直观。从2021年到2024年，其管理的基金已亏掉基民们大概450亿元。讽刺的是，张坤近几年给易方达创造的管理费收入超过50亿，自己也稳坐副总经理一职。作为曾经的公募一哥，张坤过去几年频频踩雷，却又毫无作为。其背后的易方达善于做大规模，而非做高收益，被辜负了信任的投资者只能对二者升级指控。前者从坤哥变成坤狗，后者则被称为亏损王和吸血鬼。牛夫人啊，小甜甜啊，变成了牛夫人了。去年9月末，资本市场迎来一波牛市行情，但张坤管理的4只基金第4季度收益均告负，甚至都跑输业绩比较基准。在最新的 Q4 季报中，他乐观地提出2024年底估值比10年前更有吸引力，但信任被摧毁就很难重建。从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到如今自己的钱为何让别人赌大小？有不少基民趁着大涨赎回了份额。张坤 Q4 管理规模比 Q3 缩水近100亿。我一直说啊，这个胡适走不好，主要是散户太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散户啊，通过基金、通过私募、通过机构来参与胡适，这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为什么我们的散户他就不愿意买基金呢？对吧？通过基金或者通过私募、通过经纪公司去买股票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公募基金啊无能，甚至啊为非作歹。这个法院有案例啊，对吧？我记得去年是法院判了哪个基金的经理啊，他就是高位主动去接盘人家庄股，然后给他送利益，输送利益啊，损害基民的利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你说他把基民亏了450亿，结果他们的管理费还赚了50亿，这叫旱涝保收啊！连胡一金老师都看不下去啊！这也是为什么散户对吧，情愿自己赔，自己去炒，也不愿意去买这个基金。这个公募基金啊和社保基金一比，确实这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我们再看看上市公司的业绩。根据媒体统计啊，2024年业绩预告重大亏损公司一览，就是比谁亏得多啊。陆基绿能亏损82亿到88亿，通威股份亏损70亿到75亿，首开股份亏损75亿到95亿，华夏幸福亏损40亿到60亿，亚太集团亏损28亿到32亿，克劳斯亏损18亿到27亿，中国一众亏损32亿到38亿，华远地产亏损10亿到14亿，格力地产
亏损12亿到17亿，八一钢铁亏损17亿，重庆钢铁亏损32亿，光明地产亏损9亿到10亿，中国长城亏损11亿到15亿，临钢股份亏损17亿，三钢闽光亏损13亿，山东钢铁亏损21亿到24亿，美凯龙亏损23亿到27亿。从这个亏损企业的名单啊，当然比这还长得多，我只是随便念了念。首先一个，房地产行业还是重灾区啊，无论是首开股份，还是华夏幸福，还是华远地产、格力地产，对吧？都是巨亏啊。第二个特点，地方国企性质的开发商，就是房地产里面啊，你比如说首开股份，你比如说华远地产、光明地产啊，这些都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这种开发商，已经进入亏损状态。民企上市公司啊，早在2022年、2023年就开始亏损了。你看现在是地方国资开发商，他们进入亏损。那2025年是不是央企开发商，比如说保利、中海、华润，恐怕也要进入亏损状态？这个保利啊，2024年第4季度已经开始亏损30亿了，2025年恐怕就不是好现象。这两天啊，沪市的房地产板块又开始异动啊，躁动。这个实话实说啊，房地产板块每次躁动都是小作文引起的，各种谣言。事实证明啊，不管什么传言谣言，最后都没有用，因为房地产板块的基本面就放在那儿，韭菜死活不买房。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根据业绩预告啊，二线白酒业绩暴雷，就是白酒股啊，他们的业绩都在暴雷。舍得药酒业啊，它的业绩公告啊，去年4季度营收10亿左右，2023年同期是18亿，同比下滑45%，4季度直接亏损3亿左右，前3季度还赚6.7个亿，第4季度就是亏3个亿。酒鬼酒公告，去年4季度营收2.32亿，2023年同期营收6.87亿，同比下滑66%，下滑了2/3，4季度亏损4000万。也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啊，这个白酒行业这个压力巨大，春节旺季不旺啊，这个二线白酒啊，现在压力更大。那么头部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恐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2025年1季度或者2季度恐怕就进入亏损。这个白酒股啊，它报表它也没有必要粉饰，现在风险很大，跟银行不一样。大家可以看看银行股它的业绩预告，现在还在粉饰2024年的业绩，看看它还能粉饰到什么时候。1月23日，这个林园投资董事长林园寄语投资者，不是说这个五路资金入市吗？这个林园说啊，好好过年，不要放弃股市。他强调啊，人赚钱和钱赚钱是两回事，钱赚钱往往是一下子就来的，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和把握机会。林园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心得，我并不是说赚钱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说在投资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那个一下子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犯错，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但只要我们能坚持自己投资理念就足够了。这就林园的意思，就是千年等一回啊，就等那个像9月底到10月8号那一波行情，对吧？短短的几天涨1000点，赶上就赶上了，没赶上你就永远赶不上啊！等下一个这个行情啊，你就再等几年吧。实际上啊，绝大部分散户啊都在为那一波行情在买单，对吧？他们现在都在被套状态，现在是慢慢解套之路啊，没有耐心也被逼得有耐心。说到耐心啊，这个胡静老师啊，应该算是耐心资本了，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啊，还在 A 股里面搏杀，已经1年半了啊。他既有长期资本，又有这种短期交易的。胡静老师最近啊，对特朗普啊也是极尽嘲笑之能事啊，因为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说了24小时让俄乌停火，现在48个小时过去了，俄乌不仅没停火，看样子还要大打出手啊。所以这个胡静啊又开始嘲讽特朗普，他说啊，48小时过去了，有俄媒说啊，特朗普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然而最后通牒的调子却是史上最软的。特朗普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长帖，上面写着，我热爱俄罗斯人民，并一直与普京总统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以及我们绝不能忘记俄罗斯帮我们赢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在此过程中失去了6000万生命这样的话语。西方似乎早就忘了苏联在2战中付出的牺牲，已经不知道有几任美国总统没有这样说过，不能忘记了。这个胡静老师啊，不知道他的真实的想法，就是说他是希望特朗普对俄罗斯更硬一点呢，
还是希望特朗普放俄爹一马？就你看不出他的态度啊。特朗普这样说，他说特朗普是史上最软的最后通牒，那到底什么意思嘛？对你俄爹温柔一点，难道不是好事吗？按理来说，这个胡锡进老师应该高兴啊，终于对吧？俄爹不用挨揍了，俄爹不用担惊受怕了。这个特朗普这么温柔，所以不太好理解啊。也有可能啊，打在俄爹身上，还真没有疼在胡锡进的心里啊。胡锡进说啊，特朗普当然也在继续施压。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尽快达成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对俄罗斯卖给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任何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施加制裁。然后胡锡进老师啊开始算账了啊，他说啊，乌克兰战争爆发前2021年，俄罗斯只是向美国出口了296亿美元的货物，而到了2024年前11个月，俄对美出口只剩下29亿美元，这么点货物，美国就算把关税收破天，又能起什么作用呢？特朗普上任48小时里，可谓对俄罗斯软硬兼施，但是硬的没有支撑，软的没有托底。总的来看，他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手里缺少工具，只是喊话，试图让普京和俄罗斯自动觉悟。你看啊，这胡锡进老师就是拱火浇油啊，这个才叫拱火浇油。他希望特朗普来真的，对俄爹来点实际的，把俄爹打一顿。这到底是希望俄爹挨揍呢，还是希望俄爹避免挨揍？搞不清楚啊。反正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你很难理解。胡锡进说啊，说实话，无论是压是劝是哄，只要能达成全面停火，总是好事啊。那个胡锡进老师还是希望停火，让俄爹喘口气啊。然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表示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经常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新内容。这让我想起了这个赵国跟秦国那个叫长平之战。那个廉颇和赵括，那个秦国人就是挑拨，他明明啊害怕这个老将廉颇，不怕这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所以他们就到处放风啊，对吧？说他们怕赵括，这廉颇啊有什么用啊？已经老了，思想僵化，马也骑不动，吃饭也吃不了多少，还是那个小将啊赵括后起之秀啊，非常厉害。这个俄罗斯人大概也这意思，他们实际上最怕的是拜登这样的老谋深算的这种政客，他不怕特朗普这种，但你现在说他是政治素人也不太合适了，他已经干过一届总统了，他不怕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毕竟不是从那种严格训练出来的政客，他是商人从政，随意性比较强，不像拜登啊心思缜密，老谋深算，不动声色，尽是在给普京挖坑，让普京越陷越深，还说不出个所以然。特朗普倒好对付，对吧？特朗普天天嚷嚷，所以你看啊，这个普京啊就盼着特朗普上任，他认为特朗普比拜登要好对付，这个拜登是油盐不进呐，所以你可以看出俄罗斯人这个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他们也讨厌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啊实实在在的是制裁俄罗斯啊，可不给你普京好脸色看，他一面说跟普京是好朋友，一面照样制裁他。但是俄罗斯人又希望这个特朗普上，因为他毕竟比拜登啊要好对付一些。路透社在报道中特别提到，大选获胜前，特朗普曾数十次宣称他将在就职第一天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这个咱们在很久以前就说了，这是他竞选口号，怎么做啊？你得看他当了总统之后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那基本上大家都判断出来了，做不到。全世界对特朗普的印象最深的一个承诺，能否真的促成乌克兰战争结束，而且让结束的方式对他的4年任期是加分的，已经成为特朗普大刀阔斧做事的样子。究竟是虚张声势和瞎搞，还是他不仅极具魄力，而且有远见和智慧的试金石？胡锡进老师说啊，特朗普的调门很高，但他实际上想在乌克兰问题上空手套白狼。当前俄罗斯在战场上明显占优，你看看胡锡进老师一评论啊，这尾巴就露出来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明显占优，这个结论不知道怎么得出来的，仿佛那个库尔斯克就不是俄罗斯的，仿佛那个黑海舰队还健在啊。一个世界第2军事强国打的裤衩子都没了，跑去向朝鲜借兵啊，就这个还说明显占优，头部黄俄的形象啊就跃然纸上了，脱颖而出，逐渐清晰起来。说俄方能动用的兵力已经是2022年初的10倍，一个闪电战打成这样，胡锡进老师居然认为这是成果，确实厉害。俄国内经济已经比较顺利的实现了战争化，说尽管西方不断有预言俄经济可能崩溃，但那个临界点迟迟不肯按他们的预测的那样到来。特朗普想靠说几句话就让占上风的一方做出战略让步，这在国际政治学上显然是不靠谱的。现在不是乌克兰
坚持不下去，而是俄罗斯坚持不下去。俄罗斯现在是既想停战休息一会儿，又不想把咬到嘴里面的这个饵呀给它吐出来，他也没有办法吐出来，所以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胡锦老师啊判断啊说特朗普准备撒手乌克兰战争了，他显然有这个意思，但他想要做的是让自己像个胜利者，而不是逃跑者。如果他按自己上台前由顾问透风出来的方案结束乌克兰战争，要求基辅不再想要收复被俄控制的土地，而且答应至少20年内不再提加入北约，那么这个结局几乎就是俄罗斯全面胜利和乌克兰的投降。这个胡锦老师说的对，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啊。胡锦老师说啊，可以想见，特朗普团队面临非常艰难的协调，俄乌双方立场差距太大了，西方舆论又转不过弯来，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团队也不敢公开要乌克兰放弃土地。当然胡锦老师可以要求啊，胡锦老师看来这乌克兰放弃土地是应该的，他就没有任何说谴责俄罗斯的意思，说俄罗斯你侵略别人不对，那土地你就应该还给人家。胡锦老师没有这个观念的，胡锦老师只有立场，立场就是俄爹必赢，俄爹必胜，俄爹受不得委屈。特朗普团队有人改口提100天结束战争，如果100天他们能够真的做到让欧洲的枪炮声彻底安静下来，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可能载入史册。这就是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人打得你死我活的，你骂人家特朗普有什么用呢？特朗普说了24小时停火，他做不到，他要改成100天，做不到你能把人怎么样，对吧？是俄乌双方在打仗，人家只是来劝和的，你把矛头对准美国，对准特朗普有什么用呢？谁急谁自己知道啊，谁扛不下去谁自己知道，难道是美国扛不下去吗？你跟美国人有毛关系啊？你是打24小时还是打100天还是再打5年？这美国人有什么为难的吗？他顶多再多把那些武器再给乌克兰送一送，对吧？受不了的是低保老人呐，很有可能呢，低保老人就在特朗普的这种忽悠之下稳步加仓啊。本来他早就该叫割肉出局，斩仓出局，不玩了。结果就是因为在这种一会儿是24小时停火，一会儿100天停火，将这个低保老人一步一步引向深渊呢。胡锦老师应该问一问低保老人，既然是你要发动战争，对吧？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揍乌克兰，那你怎么现在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呢？优势在我，对吧？主动权在我，怎么变成特朗普来牵着一会儿那样呢？面子还要不要了，是吧？胡锦老师还嘲笑特朗普没有实现诺言，与其说是嘲笑特朗普不如说埋怨特朗普，对吧？你说好的24小时停火，你没做到，俄爹受委屈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